过来看是昨平安暝在台中市的日川有规划镇区庆祝耶诞节，不过有民众说讲去看花灯边仔大阵的鱼仔，煞拢已经冰冻。水利局今派人去看，确定这水质是无问题。判断这应该是天气受冷，会搁报农气所来检验了解详细。 河道当中，鱼仔的尸体随着水流浮沉，民众赶紧摕手机翕落来。台中市府举办耶诞嘉年华活动，伫咧日川河道布置灯区。24号平安暝有民众通报，有大量的鱼仔冰冻。水利局是透暝派员处理，但是25号早起，依然会当看到五桂鱼等鱼种的尸体。市府讲疑似是低温造成，但是附近的民众讲从来唔捌看过。住这边很多年。 那个温度再低，之前的很冷，温度在5、6度的、7、8度的时候，这边的孔雀根本就没有死。听说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清理好了，说没看着，没看着。昨天有听说过，对不对？有听到。市中心日川出现大量的鱼仔冰冻，吸引民众好奇。水利局表示，以往日川从来唔捌发生大量鱼仔死亡。 经过检测，水中的溶氧量符合标准，也无重金属的污染，耶诞灯区也无漏电。初步推测是最近低温影响。那鱼在那个河里面，那它如果说真的天气太冷的话，那不可能去给它保温，就观察啊，随时做后续的处理。如果说鱼受不了的话，就是赶快把它清除。 避免影响景观嘛。吴郭鱼的话，它本身是热带性的鱼类嘛，它的耐受温度大概在13到15度左右而已。所以如果温度太低的话，它就容易死亡。尤其是水比较浅的环境呢，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剧烈。 就容易死亡。学者是表示，五桂鱼是热带性的鱼仔，耐受温度是13至15度。若是温度伤低，或者是水势伤浅、水温变化剧烈，就容易死亡。不过往年寒天同款有低温，为何今年才有鱼仔死亡？市府是强调后续会进一步将鱼仔的尸体送农业部农气所检验，了解死亡的原因。记者台中报道。